大家好，我係瑩音，歡迎嚟到我哋西窗剪竹嘅頻道。呢個頻道我會為大家分享一啲好睇嘅小說。如果你中意睇小說或者中意聽故仔，歡迎你訂閱我嘅頻道，點讚、分享同埋留言。而家事不宜遲，我哋一齊睇下今日嘅故事。上一集呢，我哋講到衛斯理同埋白素呢，就喺格大鵬一個飛船上邊呢，就遇到呢個神秘嘅宇宙震盪。佢哋呢，就喺一個一望無際、冇其他星球嘅一個深藍色嘅宇宙之中呢，就飛行咗幾日。後來佢哋發現咗呢，有一個呢淺藍色嘅星球，於是佢哋呢，就喺嗰個星球上面就降落。咁佢哋就發現嗰個星球上面嘅氣層呢，就同地球嘅大氣層呢係非常之相似嘅。但係個星球咧就係被冰封住嘅，咁喺星球上邊咧就有高濃度嘅輻射，跟住咧佢哋咧就利用一個小飛艇咧就喺星球上面探險啦、探索咁樣啦，跟住佢哋咧就發現到喺即係冰下邊咧就一個人，跟住佢哋咧就將個人就拉咗上嚟啦，咁同埋咧喺嗰個人附近咧又發現咗即係有一啲好即係精密嘅天線啊同埋顯示器咁，但係最令到佢哋驚訝嘅咧，佢哋就居然發現咗有一座咧就建於呢個大清光緒24年，即係公元1899年嘅中式墳墓。咁佢哋呢個時候就意識到自己咧其實唔係身處咗係啲乜嘢未知嘅星球，而係身處咗一個佢哋既熟悉又陌生嘅地球。眼前嘅地球咧乜嘢都冇，山川、河流、海洋、城市、鄉村乜嘢都冇晒，就連天上嘅邊嘅月亮同埋星星都冇。跟住呢，格大鵬就咁講啦，可能係經歷咗一場即係巨大無比嘅核爆炸，先毀滅晒呢一切，令到地球上面原本嘅所有嘢呢，而家已經冇啦。咁即係高山就化成咗熔岩啦，城市就變咗飛灰。咁呢一場爆炸呢，甚至影響到即係地球運行嘅軌道，令到地球呢就脫離咗佢原有嘅軌道，脫離咗太陽系，甚至脫離咗成個銀河系，就飛到去一個外太空嘅地方，變成咗一個孤零零嘅星球。衛斯理就講啦，咁樣睇嚟，可能係我哋之前即係遇到嘅宇宙神秘震動，將我哋帶到呢唔知幾多年之後嘅地球。但係喺你哋嘅時代，唔係已經冇國界之分嘅啦咩？點解仲會發生核戰呢？呢度呢，我哋就插少少資料，因為呢，衛斯理身處嘅年代呢，就正值就係呢個美蘇冷戰嘅時代，而喺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呢，就幾乎呢就引發全面嘅核戰，所以按衛斯理嗰陣時嘅理解，核戰呢就會由係國與國之間嘅衝突而起。但係既然呢2064年已經冇國家之分啦，似乎係世界大同，咁點解又會發生核戰嘅呢？跟住格大鵬就講啦，核子爆炸咧就唔一定喺地上嘅戰爭引起嘅，咁可能呢個核子爆炸咧就發生喺其他嘅星球，譬如咧又可能發生喺即係太陽。咁如果太陽發生大爆炸嘅話，咁9大行星咧自然都會即係毀滅啦。咁太陽發生即係爆炸，可能係即係自然發生嘅啦，亦都會有可能係人為嘅。佢講到呢度嘅時候，面上裏面呢就出現有一種好懊悔同埋悲傷嘅神情。格大鵬呢曾經真係想利用佢嗰艘飛船就飛向太陽，利用太陽上邊無窮無盡嘅能量同埋維納斯15呢種新元素呢，就製成核武器嚟到即係統治地球。但係喺佢飛向太陽嘅途中，佢就遇上咗即係宇宙神秘震動，咁先至會將佢帶翻去100年之前，遇上咗衛斯理同埋白素。喺呢個時候，即係當佢諗到即係核子嘅爆炸可能係嚟自太陽，又可能係人為嘅話，佢為到佢自己曾經諗過利用太陽、利用核能嚟滿足自己嘅野心，感到非常之後悔。當然啦，冇人知道邊一個人真正讓即係地球變成咁樣，亦都冇人知道係乜嘢原因。但係眼睇住原本好繁華、好靚嘅地球，變成咗一個冷清嘅死域，邊個人睇到都會覺得難過。咁佢哋5個人呢，又上翻即係飛船繼續向前去探索，佢哋再發現一啲呢，即係地球上邊嘅建築物，佢哋越嚟越肯定呢，呢個冰封住嘅星球呢，就係佢哋嘅家鄉地球。
喺3日之後啦，飛船咧就即係又翻去咧佢哋即係撞出嗰個冰嘅嗰個大坑嗰度上邊。佢哋咧本來咧就準備咧就將即係飛艇即係降落，但係佢哋突然之間咧就見到之前咧即係喺冰坑裏邊咧即係拉出嚟嘅嗰個人喎。嗰個人就瞓咗一堆冰雪上邊，咁咧就望住佢哋，咁啊眼睛咧有少少嘅喐動，似乎呢個人仲未死嘅，仲係活生生嘅。跟住佢哋咧就落到就即刻喺飛艇嗰度落嚟啦。咁咧嗰個人咧就似乎即係想同佢哋講啲嘢，但佢哋咧就完全聽唔明。咁但係衛斯理見到嗰個人就非常之虛弱啦，就話有冇嘢食啊？不如俾啲嘢佢食啦。跟住然後格大鵬咧就即刻咧就喺身上面咧攞咗一片狀嘅食物，跟住咧就塞咗入去嗰個人個口度。咁咧嗰個人咧就對眼咧就開始喐啦。咁然後咧過咗一陣咧，佢居然可以企翻起身。咁然後格大鵬咧又問下嗰個人，即係想問下即係地球究竟發生咩事咁樣問佢，但係嗰個人咧就低住頭，似乎好似佢都係聽唔明咁樣。跟住又5個人咧就不斷用自己識得嘅語言，用埋即係用晒自己所有即係可以即係講得到嘅語言，試下同嗰個人溝通啦。但係用咗10幾種語言，但係嗰個人咧都係即係唔明白佢哋講乜嘢。咁或者嗰個人咧生活嘅年代咧比佢哋後得多啦，所以嗰個人講嘅語言咧一定咧就係即係地球俾毀滅之前咧嗰個年代流行嘅語言啦，而且天線嘅文字咧都係嗰陣時嘅文字嚟嘅。咁但係始終咧佢哋都係溝通唔到。但係嗰個人突然間咧就怪叫咗一聲，跟住跳起嚟啦。咁又用一種咧佢哋完全咧即係聽唔明嘅語言咧，就好急速咁樣喺度講嘢。嗰個人睇嚟咧就非常之即係極度之不安咁樣，跟住不斷講嘢，但係佢講乜嘢咧？大家都當然聽唔明啦。跟然之後嗰個人咧突然間咧就隻手一翻，跟住咧喺佢掌心嗰度咧就即係嗰隻錶就唔知撳啲乜嘢。但係呢個動作咧都令到即係所有人咧就即係驚起嚟啦，因為大家咧就驚佢會唔會係有啲乜嘢武器想用嚟對付我哋咧？但係由於言語不通，所以咧大家喺一個對峙嘅局面嗰度咧就即係形勢就非常之緊張啦。跟住然後白素咧就提議大家啦，不如大家即係放低武器啊，我哋即係同嗰個人即係慢慢溝通，唔好嚇親佢啦。跟住然後白素咧就慢慢開始靠近嗰個人，跟住咧就即係用佢甜美嘅笑容啦，就表示咧就絕對係冇惡意嘅。咁然後咧其實衛斯理同埋其他人咧即係都隻手撳住個飛行帶，亦都即係隨時準備上去支援，因為始終都係驚嗰個人即係都會對白素不利啊嘛。但係嗰個人見到白素咁靚嘅笑容咧，就似乎真係安定咗落嚟。咁佢面上嘅表情咧但係都仍然係一個戒備嘅狀態，雖然咧就好似乎安定咗啲，但係咧似乎佢都仲係戒備緊。跟住由白素咧就嘗試即係用各種嘅手勢同嗰個人溝通啦，但係咧就希望可以即係同佢即係了解多少少啦。咁但係過咗半個鐘頭啦，似乎咧都仲未可以即係講到啲乜嘢，都未溝通到啲乜嘢。跟住格大鵬開始有啲唔耐煩啦，跟住佢就大聲啦，白小姐。咁佢其實咧就想有白素咧就唔好嘥時間，就話不如停啦，白小姐咁樣。咁但係佢當嗰個人一聽到格大鵬咁樣即係大聲講嘢嘅時候咧，佢即刻面色一變，跟住轉向咧就攻擊白素。咁但係白素都識功夫啊嘛，跟住白素咧就即係當然避開咗佢攻擊啦，同埋白素咧即係手一托，跟住嗰個人咧就即係佢彎低，跟住個手一托，嗰個人就幾乎跌落個冰面嗰度。咁但係當佢臨跌嗰下，咁白素就當然咧就即係扶一扶佢啦。咁嗰個人又企翻定，跟住嗰個人企定之後咧，白素就即刻縮開咗手。咁白素咧就其實咁嘅動作咧，佢就希望就令到嗰個人知道佢係完全對佢係冇惡意嘅，所以佢都即係拉住佢，等佢唔會跌親咁樣。咁但係嗰個人都呆咗啦，然後咧突然間咧就伸手即係向個白素伸手，好似想同佢握手咁。跟住咧白素亦都即係毫不猶豫咁樣就伸手啦，咁樣就同佢握手啦。但係點知嗰個人握住白素嘅手，跟住咧佢就唔知點解咧就可以用好高速咁樣嘅速度咧就飛行，咁樣拉住白素走咗。跟住其他人咧即係都即係嗱臨啦，就按住佢飛行帶咁啊，即係跟住佢飛啦。咁但係嗰個人嘅速度咧就明顯比佢哋即係帶住飛行帶嘅速度咧係快嘅，因為嗰個人咧就似乎佢着咗一對咧即係可以好高速咁樣飛嘅鞋。跟然之後咧4個人咧
咧就嗱嗱臨，即係飛行帶唔夠快，就跳翻上飛船啦，咁啊極高速咁樣去追住佢上去啦。跟住然後佢哋咧就去到即係就見到一個好似圓形嘅，即係一個拱頂咁嘅建築物，咁樣好大嘅。咁然後佢哋咧就即係見到個建築物咧就迅速向下沉啦。跟住咧咁跟然之後咧就一路向下沉，跟住沉咗喺啲雪下邊。咁然之後咧，即係格大鵬咧就喺個飛艇嗰度又撳咗啲掣啦。咁然後飛艇嘅前部分咧就伸出咗一條管，跟住咧就貼住即係貼住頭先嗰個咁嘅圓拱個拱頂咁樣。咁跟住之後咧就再撳咗啲掣，咁唔夠一陣啦，咁住嗰個即係嗰拱頂上邊嗰啲冰咧就開始即係脫落咁樣啦。咁然之後咧就佢哋嗰條管咧就接觸到嗰個拱頂，跟住然之後咧就佢哋可以咧就透過條管咧就同喺拱頂下邊建築物嗰啲人咧就可以溝通，亦都可以聽到佢哋講嘢嘅。跟住佢哋咧就聽到啦，喺即係嗰個即係圓拱個建築物下邊咧就聽到即係有啲即係講嘢嘅聲音。跟住阿衛斯理就可能係白素喎。跟住然之後格大鵬又撳啲掣咁樣啦，咁然後咧佢哋咧就可以聽到白素把聲啦。跟住白素咧似乎咧就同嗰個人傾緊偈，又似乎係冇乜嘢危險咁，因為嗰個人就不斷去講嘢啦，但係佢每次講嘢咧就似乎即係聽落去啲音啲音節即係講嘢嘅方式就好似唔同，但係每次咧白素都係表示唔明白。跟住咧然後格大鵬咧就同衛斯理講啦，其實咧你咧都可以用我哋呢儀器咧，即係同阿白小姐去溝通噶。咁原來咧就即係嗰個人咧就帶白素去到嗰個金屬球，即係嗰個建築物入邊啦。咁咧就因為入邊咧有啲儀器就可以咧就即係好似類似 AI 咁，就可以用啲唔同嘅語言。咁佢就想透過嗰啲儀器咧就去即係同即係白素去溝通，就希望即係大家可以打破呢個語言嘅隔膜。咁喺嗰個年代，即係60年前嘅故事，即係諗到可以用呢類好似 AI 咁嘅翻譯咧，咁都不得不佩服即係倪匡先生嘅想像力啊！咁樣咧，然後咧佢哋試咗好多種語言啦，咁試咗15分鐘，佢終於咧就揾到一個好似我哋現代嘅英文咁就可以同白素溝通啦。咁然後咧即係當嗰個人同阿白素溝通，就得知阿白素嘅來歷，又知道佢哋即係冇咩惡意之後咧，嗰個人咧就將嗰個即係球體嘅建築物咧又再升起翻，咁樣然後咧就打開門咧就俾阿衛斯理佢哋進入去啦。咁嗰個人咧佢自稱咧就係佢都係地球人嚟嘅，咁但係佢咧都唔明點解自己咧就會身處喺啲即係冰層下邊，跟住咧就似乎咁樣即係聽佢咁樣講即係形容嘅時候咧，似乎嗰場嘅災難咧係突然間嚟到，而佢即係現時身處即係呢個球形嘅建築物咧，就即係顯然咧就可以即係避過嗰場即係原子嘅爆炸，即係嗰場嘅災難，即係呢個即係建築物咧就足夠有能力咧就可以喺災難之中咧即係保存落嚟。喺呢個建築物入邊咧就有好多唔同即係類型嘅儀器，咁而喺入邊咧亦都有幾張凳上邊咧都坐住人嘅。咁呢幾個人咧當然亦都已經死咗啦，咁但係睇佢哋嘅神情咧就即係非常之平靜，似乎一啲驚都冇，咁似乎咧即係死亡係突然間即係突如其來即係咁樣出現嘅。咁佢哋喺雪地救翻嗰個人，即係就叫做迪安。咁佢咧就解釋就話呢個咧就係建築物咧就係叫做咧第7號天際軌道探測站。咁咧就係負責咧觀察7萬萬光年之外嘅即係天際嘅。咁而喺2464年嘅某一日，即係佢工作期間咧就突然間失去知覺。當佢醒翻嘅時候咧，已經係見到衛斯理佢哋呢班人啦。咁所以佢咧都唔知即係地球咧究竟點樣毀滅，即係月亮星星咧點解會唔見咗？佢對呢啲咧真係一無所知嘅。2464年，地球咧發生咗一場咧毀滅性嘅爆炸，令到咧迪安失去咗知覺，就被埋咗喺咧冰雪之下。迪安唔知咧被埋咗幾多年，所以佢哋而家嘅年代咧就係知道喺2464年之後。睇嚟嗰次咧飛船上面遇到嘅宇宙神秘震盪咧，將佢哋由1964年咧就帶到去2464年之後嘅年代。
格大鵬呢就向狄安就介紹佢自己，但係講到一半嘅時候呢，狄安就表示已經知道佢嘅歷史。根據佢哋嘅歷史資料顯示呢，格大鵬呢就係21世紀最偉大嘅太空飛行家。喺一次執行任務嘅時候呢，佢就擅自更改咗航道，就飛向太陽。喺接近太陽嘅時，即係嗰陣時呢就失蹤。飛船呢就可能係毀於太陽黑子爆炸造成嘅巨大輻射。格大鵬呢就向狄安就講述佢即係遇到宇宙神秘震動嘅經過啦。但係生活喺2464年，即係負責即係觀察太空嘅狄安呢，似乎呢就冇聽過任何有關宇宙神秘震盪嘅嘢。咁似乎呢，即係嗰個年代嘅人呢，都仍然係未發現呢個宇宙神秘震盪嘅。咁大家咧都問即係狄安喺佢失去即係知覺之前嘅地球咧，究竟發生過啲咩事呢？咁狄安咧就講啦，佢原本嘅地球咧其實咧就非常之和平，即係裏邊咧就冇紛爭。咁人類咧就主要咧都係致力去即係探索太空。咁但係當佢失去知覺之前嘅5日咧，地球發生咗巨變。喺太陽嘅表面咧有1/5就俾一批太陽黑子咧就大幅度咁遮蓋住。咁就佢哋咧就觀察到即係呢啲咁嘅即係太陽黑斑裏邊遮住嗰個太陽個表面溫度咧就係即係零下嘅270度。咁呢個咧亦都係即係引起地上嘅人咧即係恐慌嘅主要原因。咁太陽表面咧就被巨大嘅即係黑斑咧就遮住啦。咁地球上邊咧就引起咗極大嘅混亂。咁有啲人咧就封鎖消息啦，有啲人咧就即係控制咗即係月球嘅基地，亦都有啲人咧就將啲太空船咧就即係升咗上太空，就率先去逃難。又有啲人咧就搶奪地上嘅資源，即係喺短短嘅時間咧就即係發明咗一啲殺人嘅武器，又建立咗一啲軍隊，即係企圖咧就即係控制住地上即係所有嘅資源。咁人嘅獸性咧喺呢個時候咧就簡直係表露無遺啊！咁狄安講到呢度嘅時候咧，佢都好傷心，即係就喊咗出嚟。咁大家從即係狄安嘅即係神情咧，就都估到即係地球咧，即係當時係發生咗幾咁翻天覆地嘅變化，將原本即係和平嘅地球，突然間好似變成咗地獄一樣，即係裏邊即係搶奪啊、殺人嘅事件咧，即係頻頻咁發生。狄安身處嘅監測站呢，就有一組呢就好特殊嘅儀器。呢組儀器咧就喺太陽即係黑子即係出現嘅第2日咧就已經即係測得到。咁樣同埋咧佢哋咧就亦都測到咧就即係太陽表面咧就放射出一種咧即係極度即係有害嘅一啲放射性物質。咁呢啲物質咧就會喺3日之內咧就會到達地球嘅。咁樣狄安咧就想就將呢件事咧就緊急向全世界發佈啦。但係當時佢想發佈嘅時候咧，佢就發現即係原來廣播系統咧就俾啲野心家咧就佔據咗。咁狄安呢就向上級去報告啦，咁佢發現呢原來上級嘅機關都唔喺度咯，咁佢唯有呢就自己去即係尋求出路啦。咁所以狄安呢就都好醒目，就好快呢就設計咗一種呢就可以呢即係抵抗嗰種即係放射性物質嘅嘢。咁就即係佢帶住嗰隻錶，咁所以頭先呢大家見到佢一隻錶度即係撳嘅時候呢，仲以為佢係有啲咩秘密武器，其實就唔係，佢其實就想開動翻呢個即係防輻射啊，即係防呢啲放射性物質嘅即係嘅錶啫。咁但係因為嗰陣時大家言語不通，所以先有呢個誤會嘅。咁所以咧，又講翻啦。咁但係當時佢雖然發明咗佢呢個可以防輻射嘅呢個手錶啦，咁但係因為佢啲同事咧都拒絕使用，所以咧佢啲同事咧都死咗。所以大家頭先就講到話喺佢嗰個即係原拱個建築物入邊咧，就咪有幾具屍體咧，就係佢啲同事啦。但係又因為佢哋呢個監測站咧就喺就陷咗喺地底入邊嘅，所以佢哋嘅屍體咧先至得以可以保存。至於咧地球點解會俾冰封住啦，咁同埋連月亮星星都冇咗嘅時候咧，狄安呢就諗到有2個可能嘅。第一個可能咧就係太陽嘅黑斑咧就越嚟越擴大啦，咁樣即係地球太陽表面咧就產生咗一種咧就從來未發生過嘅即係磁性嘅風暴。咁太陽咧亦都可能出現一啲爆炸，影響咗太陽嘅質量，令到即係引力都有所改變啦。咁地球咧就因此咧就脫離咗即係太陽系嘅軌道。第二個可能咧就係即係
有地球上面咧就即係有幾個派別嘅人咧就互相去殘殺，咁咧就用咗一啲咧就地球上邊唔應該用嘅武器，咁我相信佢所指嘅就係核武啦，咁以致咧即係地球咧就自我毀滅。但係唔理點都好啦，而家擺喺眼前嘅事實就係2464年之後，即係之後若干年，地球咧就已經唔係太陽系嘅即係行星，咁樣或者咧到即係喺佢哋而家呢個年代連太陽都冇咗添。咁呢個時候嘅地球咧只係一個咧即係布滿咗即係冰層啦，即係孤獨咁樣即係喺太空嘅即係一個即係星球。咁即係面對住呢場即係末日嘅災變啦，咁人性即係最黑暗嗰面咧，即係都表露無遺啦。曾經即係繁華無比嘅地球，現在咧就變得死氣沉沉啦，一啲生命嘅氣息都冇。咁佢哋嚟自3個唔同年代嘅人類咧，就決定咧就攜手合作，就係希望咧就離開呢個即係荒涼嘅即係地球，即係尋找出路。下一集咧，我哋會跟衛斯理一齊離開呢個荒涼嘅地球，繼續咧就探索太空，尋找出路嘅。如果中意我哋嘅頻道，請大家訂閱、分享同埋點讚。如果想同我討論呢本小說入邊嘅情節同埋人物嘅話，歡迎大家留言。多謝大家支持，拜拜。